隨住人口持續高齡化，長者照顧要更加到位。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跨境養老政策，透過社會福利署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為輪候緊資助護理安老宿位，同時想返大灣區生活嘅香港長者，提供更多元化嘅樂齡生活選擇。博愛醫院全力配合大灣區養老服務發展，同東莞市第一間加入計劃嘅認可服務機構東莞市紅梅醫院護理院攜手合作，為香港長者提供安心可靠嘅跨境安老新去處。紅梅醫院護理院坐落喺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係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全國敬老文明號同埋廣東省5星級養老機構，推行醫院加護理院兩院一體運作。目前備案床位395張，規模係東莞最大。長者喺同一個院區內就可以實現樓下安老、樓上睇病，無縫銜接，大大減低轉院風險。紅梅醫院有300名專業醫護人員，匯集多名嶺南名醫同東莞市傑出青年醫學人才，配備先進醫療設備，擁有傷口造口護理、老年護理、老年病科、普通外科等多個東莞市臨床特色專科，係首批廣東省安寧療護服務機構。打造 AI 大腦健身中心，可以進行系統科學嘅認知症篩查與康復，醫療護理能力非常完善。護理院仲特登打造香港之家，按照香港長者嘅生活習慣做貼心設計，等長者住得熟悉，過得舒服。由醫療護理到康復訓練，由日常起居到心靈關懷，博愛醫院同紅梅醫院護理院攜手合作，用專業照顧聯繫港皖兩地，用1小時距離換長者一輩子安心。